最近有一寡外国中国配偶收到移民署的通知，要求因爱伫3个月内，甲失去原籍的公证书即证明文件爱补件。若无呢，就要撤销伫台湾的居留证和台湾的户口。有中国配偶是认为讲安尼生做是咧甲因刁难。移民署表示，一切拢是依法办理，并无针对什么人。若是有困难，嘛会当向移民署反映。中配网称，荷兰废止居留许可风波才拄啊落幕。移民青年倡议电线专业公布最近一寡中配也是新住民二代收到移民署的通知书，要求当事人补交丧失原籍公证书等证明文件。若是无伫3个月内完成，会撤销定居证加咱国户籍。最早其实3月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状况。我虽然说目前没收到，我也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收到，但我自己也会有点紧张，就是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如果您是93年之前的话，对，他不会跟你要啊。我就收到了，我拿身份证22年，你们政府相关机关有缺失这个文件，不可能22年跟我追讨。新二代嘛，伫社群平台替妈妈出声，放甲移民署人员对话的录音，表达无奈心情。也有人讲，妈妈来台湾已经30年啊，有台湾身份证、护照加台胞证，伫中国无任何身份文件，却常常收到补交通知，或一家伙真意外，只好赶紧请中国的亲情斗3工。毋过嘛，拄到挑战的情形，爱妈妈登去中国一转，家己办较紧。毋过嘛，坦白讲，伫两花敏感的时阵，感觉真为难。30年前，那时候就是没有强制的一个要求，突然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文的话，就是蛮困惑的，然后也会有恐慌跟害怕。针对部分的个案，如果有实际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可以向本署反映，本署将会同陆委会及海基会等相关机关或单位，寻求合理妥适的解决方案。移民署讲一切依法办理，并是针对特定族群，并表示目前核准伫台湾定居的14万个中配，大部分拢有交付相关证明，敢若部分无提供会陆续通知。同时强调，对于认同中华民国的中籍身份的人，若是有文件申请实质的困难，政府绝对会依法保障权益，无需要伤过烦恼。记者采访报道。